拉姆納拉揚拉姆，這廣闊的天空，我們從未真正去思考它，也未曾深入地思考為什麼這天空存在。天空是永恆的，自古以來便一直存在，沒有人能創造天空，它曾在那裡，現如今仍在，將來也會永遠存在。天空本身就是神，阿拉，至高無上的存在。天空是萬物，是全能的。天空表達了他希望與創造共存的願望，他想以許多形態見到自己。天空想要看到並體驗自己。正因如此，天空創造了宇宙。宇宙中有無數的星星、太陽和星座。地球上的人能數清它們嗎？這是不可能的。空間有多深、多長、多寬，有誰能測量？我們只能估計，無法完全數清或測量。因此，這無數的星星、行星和星座，都是由天空本身創造的，沒有任何人類創造它們。天空本身就是古老永恆的吠陀經的完整書籍。這本書是真實的書，而非人造的。這本書有無數頁，而這些頁就是無數的星星和行星。每個行星和星座都包含5種元素。這些星座被創造時，正是由包括水、能量、空氣、一切元素組成的5大元素造就，由此誕生了自然，而我們皆由自然而生。正是它們的能量產生了我們的心靈、智慧和意識。這個智慧和意識引導我們正確地生活。當我們犯錯時，智慧會不斷提醒我們。我們的心智不僅辨別是非，還幫助我們充分發展。如果一個人了解自己並與自然連接，他可以擺脫所有障礙、問題、恐懼和憂慮。同時，他應當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。拉姆納拉揚拉姆這個名字中包含着平和與力量，它充滿你的能量，賦予你完成工作的力量。拉姆納拉揚拉姆是一個通過念誦能引導自我實現的名字。世界上無數人通過與拉姆納拉揚拉姆連接，不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，也提升了社會中他人的生活。拉姆納拉揚拉姆這個名字蘊含着包容整個創造的力量。當你與拉姆納拉揚拉姆的名字連接時，你會意識到生活的困難逐漸消散，現實與幸福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生活不會僅僅因為坐着思考而變得有意義，生活因行動和與拉姆納拉揚拉姆的名字連接而變得有意義。